台南市南华区公所举办2024台南市国际山野节南华山野乌伊斯的活动，将伫6月23日伫南华天后宫来举办。即届结合台南大运动百货举办山野节的快闪活动。2月1号率先举办快闪的市集，包括副市长叶铁山以及百货业者、超市事业部的协力，拢共同推荐南华区的山野。台南里面最好吃的芒果又是哪里？南化。哦，这就对了，因为我听说啊，南化的土质啊，跟其他这个像关田啊，还是这个玉井啊，比较不一样。那当然，台南各区这6区的芒果都是非常好吃，但是，因为那个南化它有独特的这个土质啊，还有它的这个坡度啊，而且它是属于向阳坡，所以听说栽种出来的芒果品质啊是非常的好，而且这个很细致，然后又很甜美。台南的芒果是全国占了50%的产量，也是最品质最佳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地点。那南化这个地方，其实刚刚大家有讲过，它的阳光，它的土质很特别，它的土质因为比较偏碱，所以也形状较白、较扎实，所以果实果肉它 Q 弹的对而较甜啊那种对了哈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说我们南化的芒果是打国际杯的？为什么讲叫打国际杯？因为伊拢是外销去国外。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等。会场除了行销南华的山野，另外还有南华多元的农特产，有精油、手工的乌糖、加纯正的蜂蜜等，拢是南华在地真有特色的农产。而即届活动还有主厨上菜，邀请料理师傅加副市长共同用山野来入菜，现场做出各式各样无同的山野料理。如果民众错过百货的快闪市集，嘛用在23号前往南华天后宫所举办的山野节活动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